好，来继续来看楚律师这个社群平台，最近有一段抖音的影片，是中国咧宣传讲，近代高铁就要通车到台湾咯。讲未来为平潭坐这个高铁到台湾只要半点钟。民进党的立委讲，这就是统战的手段，讲台湾人无遐好骗。 往台湾的跨海大桥是京台高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。社群平台 Search 顶端都一名影片宣传近代高铁，表示要为平潭直通成德。经过一条厦门松安机场，经过金门平湖到台湾南部的高铁路线。 画面一日出来，遂引发到网友的讨论。为了修建这一座大桥，我们总共投入了147个亿，历时7年，都用了4万人建设，可谓困难重重。公开国力亿落去，画面内底佫讲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有2站的设计，顶站已经通车，下骹是近代高铁的路线。未来坐高铁到台湾，敢若需要半点钟，另也是美加变轨，讲中国的统战出头真多。中国平潭的台湾小镇最近 更沦为鬼城，表示中国养套杀计谋渐渐被国人识破。其实过去平潭综合实验区都讲要为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甲台湾融合，计划大量请台湾的专才。这进入实验区，对当看到繁体字的环境台湾同胞，举办两岸共同加强论坛只是起头。所落个要用台湾的模式，利用平潭的地理之便，那叫做对台工作的重点战场。它最主要是要不断的宣传平潭这个重要的统战基地，而这个统战基地最主要是针对青年创业，所以它也是在针对年轻人呢，想要去创造一个意象，就是两个国家有多么的靠近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是为了台湾民众好的，为了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印太安全，我们都应该共同来做。先卖讲去近代高铁规划，敢是真的？会当确定的是，中国的当局除了大规模的军演，嘛透过各种的手段，直接或者是间接对台湾施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